都市与乡村的生活。在台湾，都市和乡村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别。乡村的生活比较安静，也比较单纯。很多人早上天一亮就开始工作，天黑了就回家休息。这种生活方式很自然，人们不急不忙，生活步调比较慢。他们喜欢生活在大自然里，种田、照顾动物，或是在家里做家事。虽然没有大卖场或很多美食餐厅，但是空气新鲜，环境前进，生活也比较轻松。都市的生活就不一样了。早上大家都很忙，有的人开车，有的人坐捷运或公车上班。到了下午5、6点，大家下班了，路上车很多，常常会塞车。晚上，都市的活动也很多，有些人去吃晚餐、看电影，也有人去酒吧或 KTV 和朋友聚会。就算是半夜，也有很多24小时的便利商店或餐厅可以吃东西，非常方便。不管住在都市还是乡村，台湾人都很重视生活品质和休闲。有些人喜欢在假日出去旅行，吃好吃的食物，让自己开心一下。也有些人喜欢在家睡觉、看电视，让自己放松。最重要的是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和休闲方式，才会觉得快乐。